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我会当搁一摆来到桃园教会来到遮来募款。我第一届来的时阵是伫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也感谢当时教会对我的支持，提供奖学金予我会当伫学校顺利的受造就，然后毕业。现在即马换一个身份来到桃园教会。我伫去年对新学院毕业的时阵，上帝引带我来到新地中会的新地大专学习中心，伫遮来服侍。所以今仔日是大专纪念主日，感谢牧师、长职以及会友伫过去对大专的支持、带导甲奉献，有教会的关心甲支持，互咱伫大专的事工顶面有较大的气力，会当去学校去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愿上帝纪念所有为伊来做工的人，伫分享今仔日的信息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一礼拜的保守，互阮会当来到教会来敬拜你。阮现在要来听探主你的话语，求主你来安静阮的心，互阮专心伫你的话语顶面。恳求主你赏赐信心，甲阮三个弟弟，来明白主你的话语对阮的教导。阮安尼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以弗所伊是位伫即个亚细亚的一个大城市，对现代来看是伫土耳其这个国家内面。以弗所伫当时罗马帝国统治的时阵是非常大的城市，因为伊挖近河口，所以伊的交通非常的方便。所以咱大家拢知影，交通方便的所在，就会有足侪人伫遐咧聚集。所以有人咧聚集的时阵，就会有较好的城市的发展。更加重要的是，当地遐也有非常多的宗教信仰甲族群伫遐。所以伫使徒行传19章内面，咱大家会当知影，保罗伊去到哥林多后，来到以弗所。保罗伊有2年的时间，拢伫遮咧讲道、传福音。伫遐，互侪人来信主，来建立教会。但是伫使徒行传19章后面，就有讲到以弗所有一个在地的信仰，是信靠即个叫做阿迪米的即位女神。阿迪米伫在地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也因为保罗伫遐咧宣讲福音，所以有一寡阿迪米的信徒无欢喜，所以来引起暴动。所以伫遮会当看到以弗所这个所在有非常多的族群以及信仰的团体，进入到教会的人嘛是安尼。所以当教会内面出现信主的犹太人、外邦人，佮有扰乱信仰异教徒的时阵，教会就会开始有产生足侪的问题。所以我家己认为以弗所教会有3个问题。第一，就是以弗所当地文化对教会的影响；第二，就是以弗所教会家己内部的问题；第三，佫有欠缺即个合一性的问题。伫今仔日的经文第一节是安尼讲，所以做一个为着主受患的人，我考劝恁，既然恁受上帝的呼召，行为着符合伊的呼召。所以对即节经文内面，咱会当看到保罗讲伊家己是为着主受患的人。即句话的意思是讲，保罗伊整个的性命甲心肝，拢是伫基督的内面。甚至伊伫坐监的时阵，也是顺服伫基督的主权内面。伊伫监内面写批互正教会，伫遐唱诗歌学乐上帝。所以保罗伫遮透过伊的处境，来劝勉遮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请因来回想伫过去是怎样领受上帝的恩典，甲上帝的拯救，来到教会。保罗伫遮也提醒因，上帝恩典的呼召，毋是一种特别的权利，佫较侪是爱负责任。这个责任是甚物呢？
第二节，保罗就甲咱讲，真做基督徒有啥物款的责任。第二节讲，凡事着谦卑、温柔、忍耐、用疼，互相宽容。保罗伫遮所讲的，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爱学习的责任。其实，保罗不只是对因讲尔，也是对咱讲。对咱讲，即个谦卑、温柔、忍耐以及疼心，拢是咱基督教的信仰的基础。咱基督徒爱将即个信仰的基础好好来学习，来回应上帝伊当时对咱的呼召。所以，伫谦卑是伫新约圣经内面一直不断出现的一个事。所以，会当就知影，谦卑是咱基督徒应该爱有的表现。谦卑的意思是甘愿放下家己的身份，看重别人的利益，关过家己的利益。就亲像耶稣基督谦卑伊家己，为着咱放下性命，钉死伫十字架顶共款。而且温柔是一种对别人的态度。耶稣基督伊用温柔去对待每一个人，特别重要的是，伊用温柔的心去对待遐个犯罪的人。温柔是一种表达疼的方式，是对别人的关心。好，过来过来是忍耐。其实忍耐无论是伫旧约圣经，还是伫新约圣经内面，都一直出现。所以忍耐常常去用来去表达上帝的特质。所以上帝对伊的百姓忍耐，咱也要对学习上帝这款的态度。所以伊的百姓就是咱也爱用同款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但是保罗伫遮用一个用疼、互相相宽容来补充这个忍耐的意思。忍耐是长期以来去忍受别人的缺点，忍耐这个无公平。但是伫这个忍耐的过程中间，其实是有足多是用疼来包容别人的缺点。所以换一句话来讲，用疼来相宽容，是一种忍耐的表现。所以保罗搁伫第三节讲，用和平来互相联系，尽力保持圣心所属的合一，来强调这个和平的重要性。咱大家拢知影，伫教会内面和平就是甲咱爱和好，但是甲人和好正经爱做啥物？其实爱学习保罗第二节讲的温柔、谦卑，搁有忍耐，搁有用疼来互相相宽容。所以，当咱做会到的时，就会当用这个和平来互相来联系。但是，这个联系，这个事真趣味。联系这个事伫希腊文内面是有两个事所组成的，一个意思是做伙，另外一个是链仔。所以合起来意思是将无共款的人中间有发生共款的关系的人来绑做伙，就是透过共同点来找到彼此的关系。这种的关系就是一种联系。所以，伫遮会看到，伫第一节到第三节内面，保罗想要表达的是，大家是因为同一个信仰，才组织伫教会内面的，是信心甲大家联系起来，互大家会当合一组织伫教会内面。这是信心所修饰的，也是信心所创造出来的，毋是靠咱家己来成就的。所以保罗伫遮就要考劝咱大家来学习即个第二节所讲的，来拍拼维持即个信心所属的合一，来共同承担即个责任。但是保罗为着要搁较加强伊所讲的合一，伊用7个一来表达基督信仰的基础，就是合一。所以伫第4节，保罗继续对以弗所教会讲：身体只有一个，信心只有一位，就亲像上帝召咱要得到的愿望是一个。
保罗伫遮讲的身体，毋是咱人的身体，是讲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信心只有即位的意思是，即个信心所想述的合一，是互无共族群的人消除彼此的对立，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对即点来看，会当知影教会是对无共款背景、无共款性格的人所组成的新团体。就亲像上帝召咱要得到一个愿望，是一个。即句话其实有回应咱第一节所讲的呼召，但是即个有一个字愿望，即个愿望是甚物呢？咱会当对以弗所书第1章第9节到第10节来看。安尼讲，照伊所欢喜的，互咱知伊早就决定通过基督来完成奥妙的计划。即个计划，上帝要伫时机成熟的时完成，通互天顶甲地上一切的被造物，拢尊基督做头，联合做一个。即个愿望就是讲，即段经文所爱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个要互天顶甲地的一切的受造物，拢尊基督做头，联合做一个。咱教会就是领受即个愿望的第一个领受即个愿望的团体。所以保罗伫第5节到第6节佫讲，主只有即位，信仰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上帝只有一位，就是万有的爸。伊伫万有的顶面贯穿万有，搁伫万有中。即个伫旧约圣经内面所讲的主，拢是代表耶和华，但是伫新约内面，通常拢是代表耶稣基督。信就一个意思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洗礼只有一个，代表是因为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所有的信徒拢透过洗礼进入到教会，合一伫基督的身体内面。咱大家拢知影，洗礼是用一种公开的方式来宣认耶稣基督是生命唯一的主。所以保罗伫遮搁较宣认上帝是万有的爸，是超越搁带伫所有的内面，将上帝的主权放伫圣心所需的合一，是上重要的基础。保罗搁伫第7节到第8节有一个真有趣味的转化。伊讲，咱逐个人拢照基督所赐的分量领受恩赐，照圣经所讲，伊升悬到上悬的位的时，带一大堆受掠的人甲伊去，赐恩赐互人。保罗伫遮有一个真趣味的转化，对合一转化到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无共款。但是，咱爱记得一件代志，咱是伫基督的身体内面合一。既然是伫身体内面合一，咱就是身体内面的各种肢体。咱拢知影，身体若是要正常的运作，就爱各位的肢体就爱发挥家己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照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恩赐分量来领受无共款的能力。所以，咱会当对以弗所书第4章看到后面有第11节讲到，伊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养的，阁有教导的。就亲像咱人的身体内面有无共款的器官，分别咧做无共款的代志。遮个器官拢运用家己的能力，为着要互咱家己会当生活。所以伫教会内面嘛是安尼，有人敲台、布置，有人会关心，有人会抓查经，有人会足够的祈祷，阁有带小组等等。每一个人拢发挥家己无共款的能力，阁同心合一伫教会运作的时阵，互基督的身体更加的丰盛。就亲像16节所讲的，身体的逐个筋节互相连接，三支持，才会肢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互规个身体长大用疼来建立起来。
所以对今日经文来看，咱要了解一件代志，就是教会合一是上帝所赏赐的。但是，才有一句俗语讲的，一个人行足紧的，但是一大群人会行搁较远。但是，才有一个问题要问：是甚物款的原因会当行搁较远？是甚物款的原因会当互大家做伙行搁较远？而且，如果大家想要对一个所在行搁较远的时阵，我认为这个团体内面要有共同的目标。大家为着这个共同的目标去打拼。所以，如果教会存在个目标是分享福音，互搁较侪人知影，咱就要时刻提醒家己，要用和平来保持这个团体的生活，来保持这个合一。合一同心向前行，毋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代志。为虾米？因为咱人会因为一寡个代志来产生冲突、甲误会。有诶时就会讲说啊，这个人哪会拢无理解我？啊，这个人会拢讲袂顺声。其实毋免讲伫教会，伫厝内就是安尼啊。就亲像我诶妈妈，就会经常甲我骂讲，我安尼讲你哪会拢无听？咱是要安怎做啊搁较好？但是这就要先问一个问题。咱当有要好好做落来，好好沟通，来交流，来分享大家的想法，来讲为虾米你做这件代志会安尼，伊做这件代志为虾米是安尼做。当咱大家了解的时，就会当发现讲，其实咱的关系一直不断的进步。啊，这个关系进步的时阵，就发现讲，咱其实拢是对同一个目标咧行，所以伫这个同心向前行的时阵，就必须搁较侪来起造伫耶稣基督内面这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伫我带的团契内面，这第一个是联合伫苗栗的联合大学伊内面的方舟团契。其实，这个联合方舟团契内面有真侪无共教派的人，有浸信会，嘛有长老会，嘛有慕道友，也有未信者。但是，因遮的人袂因为因的教派无共款，就来产生分裂。为虾米？因为无论是基督徒就毋免讲啊，因拢知影，伊是因为疼来到教会，来到团契内面来组织。但是对遐个慕道友、未信者来讲，因来到这个团契，因发现有真正耶稣基督的疼伫内面咧运行、咧运作。所以外口的人看到团契的合一，是安尼的相疼和平，因看到就会自然瓦群来参加伫这个团契内面。所以，既然因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疼组织伫团契内面，所以伫遮因嘛有负责任去学习头拄仔第二节所讲的遮个物件。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伫遮就是学习去怎样去服侍、沟通，甚至是入捌家己互相相疼，同心为着团契的事务，为着校园的福音来拍拼努力。我带另外一个团契是这伫苗栗后龙的仁德兴旺爱团契。这个团契真特别，伊是一个伫学校内面的社团，所以内面的学生基本上拢是未信者。但是咱的同工透过这个性命教育，一个关心，互因伫团契内面渐渐产生对这个社团的认同感，互因伫团契内面认捌信仰，来改变你的性命。这些学生虽然拢是这个无信基督教的，但是因知影这个社团是基督教的团契，所以伊伫遮嘛接受训练，来成做以后社团的同工，来对这个合一的道路来行。所以，伫这个团契需要更较多的陪伴、
阁有耐心来甲因来斗阵。因为遮个人其实，因为即间学校是五专，所以伫内面的学生，上细汉的是高中一年级，高中一年仔的，所以是16岁就开始过大学生的生活，所以伊就知影伊对外口外地来到学校就开始有真侪的自由。所以伫遮，咱就关心因遮的性命，去陪伴因来，甲因来处理因生活中拄着的一寡的问题。虽然因是高中一年，但是伊的感情的生活嘛是真丰富，无论是伫厝内，还是伫同学，甚至是因伫即个时阵就开始接受大量的别人的眼光，因的心内压力实在是真大。所以，阮伫团体内面，就是做安尼的工来陪伴因，甲因讲，即个时阵你会当安怎做？啊，有用一个圣经节来安慰伊的心。所以，伊伫遮就开始来不断来参加团体，甚至伊嘛会招家己的同学来到团体内面，做伙来参与。所以，对即两个团体来看，无论是同工还是客友，拢运用家己的温事。伫学校内面有真侪事工爱做，所以有人会关心，有人会去校园内面发传单，有人的行政的能力袂歹，啊，阁有人画图的能力嘛袂歹。所以嘛有人真细心的看头看尾，所以透过这两个团体，你会当发现同心向前行，需要不断彼此包容、尊重、理解、甲沟通。所以咱基督徒的合一是一种内在的属灵的联系，是需要信心来帮助咱的，互咱伫无共款的中间彼此成全，共同成长，同心向前行。所以，转去我头拄仔问的问题，一个人若是要行到搁较远，还是为虾米要行搁较远？这个是咱大家会当好好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透过这两个例，会当看到，第一个要有共同的目标。所以，既然咱伫学校的团体的目标是要互校园的福音更加的完全，所以对我的团体来看，我所爱做的就是陪伴因的性命，阁有训练因，阁有带因去做遮的代志。会当互即个团体，无论人数的多还是少，拢会当一直伫即个校园内面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互侪人会当进入到团体内面。所以，我感觉教会甲大专嘛是安尼，就是咱大家的目标既然拢是共款，拢是传福音，只是咱传福音的所在无啥共款尔。教会是伫即个地区附近的社区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大专就是亲像我头拄仔讲的，咱是伫校园内面来宣扬福音。所以，伫遮咱既然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就爱来建立咱彼此的关系。所以，咱大专中心就会透过即个奉献主日来伫遮来甲教会请安甲报告。互各位兄弟姊妹知影讲，伫大专做了啥物款服侍，阁有啥物款的事工。所以透过即个奉献的主日来甲教会建立即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也愿教会甲大专中心会当伫即个校园的福音事工内面彼此扶持，咱拢会当发挥家己的特质甲温事。教会的温事就是有较侪资源、较侪人会当来支持咱大专
伫即个校园曙光的顶面来遗弃。啊，咱大专就是走第一线的，就是去到咱新竹中会有迄桃竹苗3个地区，所以咱遮有3个工作者就走第一线，就去到遮桃园、新竹、甲苗栗所有的大专校园内面去宣扬咱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伫即个请安报告，互咱大家知影讲，咱是咧做啥物的时阵，就是咧建立即个关系。所以我望就是伫即条校园的曙光内面，咱教会甲大专会当同心向前行，对即条学校福音的曙光来共同来负担，咱同心来祈祷。唱诗合意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伫阮出生以前，就拣选阮来成做你的囝儿。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经文，互阮知影你已经赏赐合意互阮，提起阮要来拍拼，来维持这个合意。求主来继续帮助阮，伫这个同心向前行的中间，有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帮助阮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包容，互阮有勇气会当甲所有的人来沟通，帮助阮会当来去了解彼此的想法。求主你的神，搁一摆甲我三个伫地，互阮伫咧学习的过程的中间，有主你的引带甲带领。愿你嘛看顾阮，无偏离主你的道路。祈祷拢是奉耶稣的名求。免。好，伫遮我嘛代表新竹大专学生中心来遮甲大家请安，甲报告一下，就是好，咱是伫新竹中会内面的新竹大专学生中心，所以咱知影讲新竹中会有足遥远广阔，伫对桃园、新竹到苗栗，所以伫桃园所以咱伫四三个所在拢有甚至拢有请工作者来伫遮来做伙来学习来培养遮个学生。好，所以我先来介绍，负责桃园的是李志成牧师，伊今仔日嘛有伫遮甲咱做伙来参与，嘿。啊，伊带的团契，伊负责拢是伫桃园地区内面的团契。好。啊，搁有伫新竹邱敏玉牧师，啊，伊带的团契是伫新竹地区的下大学有迄清华交通，还有明星，还有这个元培啊、玄奘跟中华大学。啊，过来是我是新来的，所以爱大家多多介绍一下。我的名叫做劳德伟，嘿。台语名字啊，中文是刘哲伟啊。我头拄仔有讲，我旧年才毕业，新来的，所以还需要大家多多指教跟关心这样子。我负责的团体有联合大学，甲有迄裕达科技大学，甲有这个仁德医护专校。啊，咱遮三个位拢有义工辅导，甲咱陪伴做伙来带学生安尼。好，伫遮先来甲大家报告咱。伫旧年有啥物款的曙光？真感谢主，伫过去伫2023年的时阵，是咱新竹大专中心成立60周年的时间，所以感谢上帝引带甲陪伴，互咱会当伫即个中立教会有举办一个60周年的感恩的礼拜。啊，遐嘛有足侪人来参与伫中间，有足侪毕业生，阁有牧长，阁有咱的。在校生嘛有参与伫即个感恩礼拜内面，啊嘛继续祈祷来望上帝会当搁较引带，搁来引带后一个60年安尼。
好，还有一个，这是2024的一个曙光，就是这个团契联合剧。这个团契联合剧是招桃园、新竹、苗栗所有的学生组织起来，来做伙去来联合聚会，来彼此互相互相熟悉，伫遮交配，伫遮会当来交流讲，你的团契是怎样来运作，还是伫团契内面，恁有啥物款的聚会内容，还是恁伫校园内面拢是做啥物款的事工，伫遮都会当互相来交流沟通，会当来学习，将好的物件学转来咱家己的团契来使用，安尼。所以，还有咱其实咱大专中心的事工，不只是对咱家己的学生尔，佫较侪嘛有对外口的，就是正教会的人会当来参与。所以，阮伫2024年有一个辅导培训工作坊，这是辅导的迄届的工作坊的内容是辅导的自我照顾。咱拢知影，新的改变内面有一句话真重要，就是疼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咱大家拢知影，咱大家爱先去关心别人，之前爱先关心谁？爱先来关心咱家己。所以伫即个工作坊的内容就是讲家己辅导每一届拢去关心别人，一起付出，啊，你无物件入来啦。若是无物件入来，就会开始开始情绪低落啊，不舒服啊，安那。所以伫即个工作坊内面，就会教遮的辅导讲说，你是要透过啥物款的方式来自我照顾，来补充家己的能量，来搁较侪会当去陪伴别人安尼。哦，啊，搁有即个毕业生灵修营，这是咱新竹大专学生中心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咱即个是讲是送互毕业生的一个礼物。啊，为虾米讲是送毕业生的一个礼物？伫即个营会内面，咱会当教互学生的是虾米？其实毋是外在的物件，拢是内在的物件。所以伫即个营会内面，咱教因要怎样去灵修，透过祈祷甲默观的方式，来甲上帝来建立一个真好的关系。也透过读经、祈祷。教因怎样去灵修，来较近我上帝安尼。啊，阁有一个解梦的工作坊。有人讲梦，迄个梦啦，拢是上帝互咱家己的情书啦，只有咱家己知影，别人拢毋知。但是咱都知影讲，为虾米咱会做这个梦？若是对科学来看，这是潜意识啦，就是即将可能。就是在自己的内在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会开始做这个基因类数的帮。所以伫这个工作坊内面，就邀请迄个讲师来甲大家来讲为虾米你会做梦？啊，你做这个梦代表虾米意思？其实就甲药师共款，就会当有一个药师会解梦嘛。所以伫这个工作坊内面，咱就知影讲，去学习去怎样讲说，我做这个梦是因为虾米？是因为我家己的生命故事吗？还是我最近是产生虾米款的压力？还是虾米款的代志会当互我出现这个梦内面？所以伫这个工作坊内面嘛是教互学生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经验，这样子。好，啊，这嘛是咱的营会的，就是这个戏剧灵修营。这个戏剧灵修营透过戏剧的方式，这个戏剧，这是戏剧爱演啥物？演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透过讲故事，透过讲故事，甲演这个生命的故事，互迄个讲故事的人知影讲，为虾米伊的生命伫迄个时间内面有产生安尼的状况出来？就譬如讲我。可能拄着别人咧冤家的时阵，我真紧张。为虾米？有可能我细汉的时阵，看到爸爸妈妈咧冤家的时，我就会走去边仔，还是进去做一个莫冤家安尼。所以这就是会当来去探讨的一件代志。当咱探讨家己的生命故事了后，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灵修来
来抚平这一个不安定的一个情绪，这样子。好，伫旧年因为是新的学期，所以咱有一个迎新的茶会。我嘛感谢新德教会一直来支持咱大专的事工，互阮有一个场地会当来使用安尼。好，这个是可以，若你要这个生活营，这个可以，若你要若是用希腊文来讲，就是 koinonia，这个意思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伫这个宴会内面，咱来陪伴学生讲，团契是甚物？伫团契内面，你要怎样来生活？知影怎样生活了后，你就知影要怎样享受团契。所以伫这个生活营内面，就是体验这个团契所带来的物件，所以才有写一个体验团契的奥秘。但是这个奥妙是啥？其实每一个人所得到的都无共款，所以这就是望就是以后若是同教会有一寡大学生，若是伫这三个所在，也请伊做伙来参加安尼。旧年里这个是艺术戏剧灵修营的工作坊，这个是咱头拄仔讲的戏剧灵修营的前导站，就是来介绍讲戏剧灵修营是咧做甚物安尼。好，这是咱今年的暑工，就是3月22号的团契聚一聚，咱要带学生伫新竹火车头遐，带大家来认捌新竹这个城市。搁有一个227到3月2号是咱的戏剧灵修营，5月2号到4号是我们的毕业生灵修营。也希望各位兄弟姊妹会当为着这个事工来祈祷。咱搁有一个事工，这个事工是搁较蛮重要的，就是这个清寒奖学金甲志工助学金。这个申请的办法是每一学期申请一摆。咱有这个志工助学金甲清寒奖学金的设立的原因是，希望学生，因为有一寡大学生因为厝内经济问题，需要去打工还是因为一些状况需要去外面来打工，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咱就设立这个清寒奖学金，希望伫伊经济方面会当较减缓伊的压力，可以让他在原本可以来团契的时候，可以来团契的时间的时候，让他来团契聚会这样子。这个志工助学金就是运用打工的方式，可以让学生有额外的那个经济收入，这样也不太会占用到团契的时间。所以这两个这个事工设立的原因，都是想要互学生会当好好来团契来聚会安尼。好，搁有一个这个团队人的专款的奉献。这个奉献目前有一个，我等者牧师爱好。所以伫遮邀请为着实体大专来带导甲奉献伫遮咱嘛因为现代科技较发达，大家即马拢用 FB 甲 IG， 所以咱嘛有粉丝专页这个粉丝专页爱搜寻那个呼叫桃竹苗长青团契这样子，就会看到这个首页会记你按个赞、分享这拢唔免钱，嘛是一个伫网络的事工顶面会当做使用。若是有 IG 的，咱嘛有 IG， 所以会当嘛扫迄个 QR code 来分享安尼。好，我讲到这，多谢大家。